歡迎嚟到 Coco 老師徒手矯形理論嘅課室，我係你哋嘅徒手矯形老師 Coco。徒手矯形美容理論 e-learning 課程單元一，徒手小顏術嘅面部肌肉，第一部分。完成這個單元後，你將會能夠認識面部肌肉嘅功能，認識面部肌肉嘅類型。面部肌肉，人嘅面部約有42至44塊肌肉。面部肌肉嘅功能，支持面部結構，參與面部表情活動，說話、咀嚼、呼吸和表達情感各種運動。面部肌肉嘅類型有以下呢兩種：一、表情肌；二、咀嚼肌。表情肌屬於皮肌，位置較淺，小部分起於骨，止於皮膚，甚至完全不顧着於骨上。表情肌表面不覆蓋深筋膜，合肌例外。肌纖維固着於皮膚，當其收縮時，直接引起皮膚嘅運動。表情肌收縮時，使面部皮膚拉緊，改變其外觀，產生各種表情。表情肌主要集中於面部嘅眼、耳、口周圍，這些肌肉有些是環形嘅，具有括約嘅作用。呢張就係我哋表情肌嘅一個正面嘅示意圖。表情肌嘅位置，顱頂肌有我哋嘅枕肌、牙肌；外耳肌有耳上肌、耳前肌；眼周圍肌有眼輪框肌、皺眉肌、降眉間肌；鼻肌有鼻孔壓縮肌、鼻孔張大肌、降鼻中隔肌、鼻棘肌、鼻背肌、提上唇肌、鼻翼肌。口周圍肌有門齒肌、鞋肌同埋合肌。表情肌嘅類型有以下呢幾種：提肌，即係向上提升皮膚嘅肌肉；降肌，即係向下牽拉皮膚嘅肌肉；括約肌，使肌肉向中心收縮嘅肌肉。肌肉收縮有明顯嘅方向性，我哋睇下呢幅圖。一般情況下，皺紋嘅方向與肌肉嘅收縮方向係垂直嘅。咀嚼肌群、咬肌位於面頰兩側，負責強力閉合下巴。顳肌位於頭顳部，負責上提下顎骨，即係我哋閉口會用腦殼語。翼內肌係協助上提下顎骨及側向移動下巴。翼外肌係負責下顎骨前伸及側向移動。今日我哋一齊學咗面部肌肉嘅功能同面部肌肉嘅分類。下一堂我哋會講到小顏相關嘅頸部肌肉。再見。